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4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这个走在邪路上的越南。这个越南啊，最近啊动作频繁啊，在邪路上一路狂奔呢。我记得是春节前后吧，这个越南的这个总书记啊，那个叫苏林，他宣布啊，越南要裁员10万公务员。那现在越南到底搞成什么样了？在邪路上走得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这个联合早报啊，它有篇文章。叫越南推动政府愁云笼罩受影响公务员，也就是说啊，越南的公务员现在非常焦虑啊。越南公务员的焦虑啊，大概跟咱们码农啊，35岁的码农差不多，头上是达摩克里斯之剑悬着的。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啊，越南公共部门笼罩着愁云惨雾，有的公务员已得知命运，有的选择提早退休，有的还在等待裁员的降临。越南政府内阁部门将缩减到14个，其中通信传媒部将与科学技术部合并。这个法新社电啊说，越南政府的大规模改革计划将裁减10万名公务员。如今越南各地公共部门正笼罩着愁云惨雾啊，有的公务员啊已经得知命运，有的选择提早退休，有许多公务员还在等待裁员的消息降临。越南国会2月18日批准将部委和政府机构的人员规模缩减 20%， 内阁部门从18个减到14个，部级机构从5个减到3个。改革后的政府机构将从3月1日起开始运作。此次政府瘦身计划推进速度之快，让许多公务员感到错愕。臃肿的官僚机构被视为越南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越共高层将此次政府改革描述为一场革命。这个确实啊，有点叫迅雷不及掩耳啊之势。前面刚宣布2月18号通过这个国会，合着他马上就下手啊，这个啊可比马斯克还要快啊。他不像很多国家动不动来个并轨，对吧？来个转轨，来个试用期，来个适应期，对吧？这现在政策一定，那怎么着到明年开始执行，还给一个缓冲期。但是越南你看看，人家马上大刀阔斧就干上了。这个所以说啊，这个走的是邪路啊。54岁的阮玲在新合并的部委之一工作，但他选择提前退休，以避开复杂的政治环境。他说啊，我可以继续工作，我仍有经验可以与其他职员分享，但我做了正确的决定。他也说啊，虽然我支持这次精简行动，但事情进展得太快，难以预测。阮玲离职时将获得约10万美元赔偿，其他失业者则还在焦急地等待赔偿。在有些国家啊，公务员就没有被裁这一说，但是越南你看看，他就是在邪路上，他就这么干，把公务员给裁掉，还给他赔偿。在有的国家，那你公务员那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死人，对吧？生是国家的公务员，死那是公务鬼啊，那一辈子都是国家的人。但是越南啊，他就不这样。说几名在国家媒体工作的记者告诉法新社，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提前通知就被解雇了。其中一人说啊，他在电视片制片人岗位上工作了12年，上个月突然被解雇，如今转行开的士。那按照我们这时髦说法，那是网约车司机嘛，也就是开启了网约车。你看看啊，上一秒还是国营电视台的制片人，下一秒就变成网约车司机。实际上啊，为了响应越南的瘦身计划，早在1月25号晚上，这个越南的国家电视台之一的叫 VTC 一次性停播13个频道，随后啊又关停了 VOVTV、VNA-TV 等5家电视台。你看看，居然把喉舌都关掉了。那越南干了那么多好事，越南的公务员为越南人民服务，好人好事，越南取得的成就，对吧？然后越南之外都一片水深火热，那这些东西怎么能让越南老百姓知道呢？确实啊，这个匪夷所思啊。那越南的领导很忙，那越南老百姓知道吗？对吧？越南取得这各项成就，越南老百姓知道吗？你把电视台全关掉了。这个媒体说啊，以后可能只有一个国营叫越南国家电视台，同时关停数十家纸媒、报纸、报刊、出版社，只保留少量国营新闻出版社。虽然啊，他这个关于媒体还有出版机构还有电视台的改革，照阿根廷的米莱啊，那稍微差一点，但是啊，那比起有些国家来说，那越南这个在宣传、在媒体、在电视台这方面的改革，那已经啊到了这个邪路的深水区啊，那是
是越来越邪啊。我想这个视频啊，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就是越南那些电视台的主持人、工作人员失声痛哭啊，舍不得自己的工作岗位，但可惜电视台解散了，没了啊，开网约车吧，要么转行做自媒体，反正啊得自谋出路。大家可以看視頻啊。Nếu một mai tôi có bay lên trời,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好败，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们接着看这个联合早报的文章啊，他说，截至2022年，越南公共部门有近200万名雇员，但国际劳工组织认为这一数字要高得多。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研究东南亚政治的教授阿布扎说啊，政府瘦身计划将付出高昂的人员代价，目前尚不清楚私人领域是否有足够的岗位吸收这些离职的公务员。你看啊，这个也就是美国的智库啊，他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他不操心他这个马斯克在美国搞的变法，他倒是操心这个越南人走邪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越南这个政府啊，这个裁员裁得太快了，你把10万人裁掉，你这个私营部门有那么多岗位吸纳这些人吗？这一点啊，我觉得美国人多虑了。越南应该跟大国学一学，灵活就业啊。越南难道没有对吧？这轿车平台啊，这不都是非常好的灵活就业的蓄水池吗？咱们灵活就业的人口是越南的总人口的2倍，对吧？咱们灵活就业不是说2亿多吗？越南人口还不到1个亿啊，总人口啊。所以说啊，这个美国的智库啊，那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杞人忧天，对吧？越南大力发展外卖还有网约车，就足以吸纳这10万名公务员下岗。这个文章说啊，留下的人也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52岁的黎秋水是新合并的政府部门行政人员，他说啊，在情况明朗之前，我们拥有如此多的领导和雇员，他们都将做什么呢？你看看，就是担心这些人失业了干什么？有手有脚还能饿死吗？说当局说啊，尽管退休和遣散计划将耗资超过50亿美元，但政府瘦身可为未来5年节省45亿美元的支出。阿布扎说啊，政府可以动用通过出口和外汇储备建立起来的资金作为遣散费，这样不会造成太大的财政压力。他们也认为这么做会吸引更多投资，刺激增长。刚才说了啊，越南第2大电视台相当于关门啊，为了减少繁文缛节以及削减开支啊，13个频道被砍掉，那不就相当于关门了吗？实际上啊，这个精简机构啊是越共总书记苏林关键改革之一。这个精简机构啊是越共总书记苏林去年7月上任后提出越南崛起新时代的宏伟愿景关键改革之一，目标是在204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到2045年啊，如果越南想早点进入高收入国家，他把美国得罪一下就够了。那大国就是对吧，已经被美国认定为发达国家，应该有这么回事吧。这个苏林去年12月形容这项计划时说有时我们必须吃苦药，忍受痛苦，切除肿瘤，才能拥有
健康强壮的身体。这个联合早报分析啊，他说推动政府做出这个决策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体制效率低和职能重叠。苏林将过于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视为限制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个看你怎么说了啊，在有的国家，那公务员那这个官员那是国家宝贵的资产，对吧？他们退休了，对吧？他们还可以进 ICU 病房啊，然后一天好几百万来延续他的生命，因为他是财产，对吧？他是宝贵财富啊，他是我们的大头。但是这个越南人呢，就目光短浅啊，他把这些珍贵的财富啊不当回事，反而将这个，对吧？这么多官僚啊视为限制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确实不好理解啊。这些专家说啊，重组官僚体制的潜在收益大，不仅能减少庞大的薪资支出，还能将资源重新投入到国家发展关键领域之中。这个决策有望提高政府效率，减少腐败现象。这些变革将增强越南的竞争力，在吸引外资方面更具优势。这个严格意义上说啊，这都是歪理学说啊。这个加头老师啊，那是绝对不能支持的，维维老师也不能认同这个说法。但是啊，这个美西方专家啊，他也有不同的声音啊。你比如说啊，他说在行政方面，精简官僚体系从长期来看可能提高效率，但短期内似乎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混乱。一名叫阮克江的专家受访时指出，他说短时间内流失大量经验丰富的公务员，而留下的人员也需要时间适应新的职责，这个过渡期会导致公共服务出现中断。你看啊，这个论调跟某些大国的论调就差不多了，合拍了啊，对吧？这公务员都是宝贵财富啊，财产，你把它裁掉了，你导致这个政府啊要停摆，公共服务出现中断，为人民服务这个事业就会受到阻碍。说另外，大规模裁员可能在短期内扰乱经济，导致高失业率，家庭消费下降，并加剧就业市场的压力。这个说法啊，在大国很有市场，所以说大国前一阵子为了提高这个消费，提振消费啊，所以给公务员加薪啊，加500。你看这逻辑是一致的啊。这个为消除担忧和帮助公务员应对失业困境，政府早前表明将支付68亿新元遣散费。然而，当局拨出这笔巨款遣散费的同时，又缩减政府的预算，可能会对国家财政造成一定的压力。也就是啊，公务员又要过苦日子啊，过紧日子。说这个潘春勇说啊，减少公务员薪资和行政开销能否抵消遣散费支出的压力，同时啊，实现政府设定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让人感到担忧。如果当局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公众反弹，也就是说维稳面临压力。那怎么解决呢？学者建议啊，落实再培训，引导失业公务员进入私人领域。阮克江指出，政府与公务员之间达成有效的沟通至关重要，能够避免裁员带来的负面情绪，并在改革过程中维持官员和民众的士气。这个我觉得专家多虑了，公务员他就是为人民服务嘛，对吧？他本来就是服务啊，服务员能有什么负面情绪呢？对吧？他的初衷就是为人民服务。这说明啊，这西方的学者啊，他不懂东方的智慧。这学者建议啊，越南政府落实再培训和援助措施，将失业的公务员引导到私人领域，同时构建一个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政府体系啊。这个说法也不对啊。刚才说了，公务员去开网约车，去送外卖，难道还有什么培训吗？码农，对吧？35岁失业，找不到工作，谁给他培训呢？开网约车开得溜得很，对吧？送外卖跑得比别人还快，效率更高啊，需要什么培训呢？为什么公务员送外卖开网约车就还要培训呢？这不是把公务员当弱智吗？所以这美西方他不了解国情呢。最后说啊，尽管精简机构具有挑战性，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武明江认为，这次重组带来的效率提升将远远超过任何短期阵痛。预期的结果是明确的，即未来几年越南将拥有一个更高效、有成效、协调性更强的政府。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越南在邪路上啊，还越走还越来劲呢。这个只是越南啊最近在邪路上走的这个之一啊。我们再看这个越南这个苏林啊，他在教育上面也在走邪路，也就是他不光是在公务员啊裁撤这个精简这个公务员，精简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在这块走邪路，他在教育方面也是大踏步的啊走上了邪路。越南政府近日宣布
自2025年9月起，全国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学费全部免除。你说这个邪路啊，就写的有点过于荒唐。正确的路径应该是教育要产业化，通过教育来赚钱，对吧？通过教育来让家长消费，对吧？提振经济，加强消费。你这个越南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呢？从幼儿园到高中学费全免，那你还怎么促进消费？所以说啊，越南这不仅是走邪路啊，简直是开倒车啊！那有人就说了，那越南你这个幼儿园到高中学费全免，你钱从哪儿来呢？大家看视频啊。 miễn giảm học phí cho các cháu thì quá sướng, có thể tuyên bố được ngay, chắc chắn là sẵn sàng làm cái việc này. Mà đây là cái tiền tiết kiệm vừa qua đấy, tinh gọn bộ máy mà được lời cái này, tinh gọn không được nhiều hơn, một thứ miễn học phí nhân dân người ta sướng. 这个苏林说啊，这个家长对吧，不用交学费，这个钱由政府来出。政府这个钱从哪儿来呢？通过精简机构和优化财政支出来实现。这个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对吧？这个分蛋糕分得更公平一点，对吧？按照维维老师的说法，那就是拿大头出来做学费，是不是？越南在教育公平与社会福利方面，他做到了。那也就是你从幼儿园到高中，你不用交钱，你都可以去学习，大家都有受教育，都是免费啊，这国家教育免费受教育的权利。这个越南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越南人为什么放着光明大道不走，非要走邪路啊？这还不算啊，就是越南人走的这个邪路啊还不算，他接下来做的这个事情呢，那简直是叫自毁长城。他不光走邪路，他还自毁长城。根据这个越通社河内报道啊，在继续推进机构改革和精简的过程中，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要求研究取消县级行政单位，合并一些省级行政单位的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越南它也有国家到下面各个省，省到各个县，县到各个乡镇，大概就这么4级机构啊，4级体制。现在越南要把这个县这一级取消掉，省下面就直接就管乡镇，也就是光精简合并还不行，它的中间的砍掉一个环节。这第一刀砍在哪儿呢？第一刀就砍在越南的叫公安。这个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表示世界80%的国家实行3级行政管理，越南此前是4级管理，所以公安系统率先试点改革。怎么改革呢？越南公安694个县级公安单位以及下属近6000个队伍将停止运作，公安系统从4级架构调整为部级、省级、乡级的3级架构。就是第一刀先砍向这个越南的公安。这是越南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根据环球时报报道越南政府组织机构调整后直属机构减至14个部，3个部级机构减掉5个部和部级机构，减少201个公立事业单位。这个关键是越共总书记苏林他还说他质疑县级公安的作用，认为乡级公安能处理诸多事务。2月18日下午，越南公安部长梁三光称，撤销县级公安机构后，数万名干部警员将按新的架构重新安排至省级和乡级公安部门居然第一刀砍下了维稳机构。你说这不是自毁长城吗？这个是妥妥的走邪路，这简直是拿这个越南国家这个安全开玩笑对吧？在有些国家，那警察的工资那是优先保障这个算维稳经费，对吧？你谁没钱，缺哪个公务员的钱，你不能缺警察的钱这个叫刀把子。你看越南怎么改革，这先冲刀把子下手呢？这是不是苏林吃错药了？这越南还要不要维稳？最关键的是苏林是越南公安部部长出身，他是从公安部部长再升到什么国家主席吧，后来是总书记。这个就是什么上岸，对吧？第一剑砍向意中人了，这叫以身作则他当了总书记，搞改革开放，第一刀先砍这个公安部门，就是他自己的根据地，那些人都是他自己的老部下，对吧？整个县级公安整个取消，有多少人下岗？因为在县级嘛，那首先一部分人要下岗，还有一部分人呢安排你到乡镇去，那很多人不去乡镇条件差一点，那你就走人吧。所以你看这个改革力度非常大，你看第一刀砍向自己的根据地，这个表明苏林的决心但是再一次证明苏林是自毁长城。这个苏林带领这个公安部以前主要是反腐，在越南反腐那这些人跟着他后面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按道理对吧？你现在当了总书记，那这个公安部应该加薪人人升官结果等来的却是第一刀。这越南为什么说他走邪路呢？你比如说媒体对吧？报纸这个你怎么能取消呢？你把报纸取消了，越南人民他根本就不知道越南发生了什么，对吧？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对吧？越南领导
下乡视察，越南老百姓也不知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吧？都要通过这媒体来传达。结果你把取消了，越南老百姓两眼一摸黑，啥也不知道，就知道自己存折上多了多少钱，这个也不太好。那有人就说了，那报纸不是花钱吗？对吧？国家财政困难，这个不要紧呢，你报纸可以摊派啊，对吧？你可以要求企业必须要订这个报纸啊，企业掏钱，对吧？越南也有国企，国企掏钱，然后私企必须掏钱订阅这报纸，不订就对吧？就查查你的税，查查你的消防，对吧？他们就自愿订报纸，这不就报纸销量不就有了吗？所以说啊，这越南啊有正路他不走啊，走歪路啊。电视台也一样啊，没有必要把电视台全关掉，对吧？电视台是坚守舆论阵地啊，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电视台，那么对吧？这越南就会被谣言所占领，整个国家充斥着谣言，都是谎言。那关于电视台，对吧？哪有经费？政府没钱养电视台也不要紧呢，可以让越南的国企，让越南的企业给电视台投广告啊，对吧？如果不投广告，那就专门报道他们的负面消息，对吧？好好报道他们消防、环保、质量问题，对吧？那企业还不是老老实实去交钱去做广告？所以说啊，这个越南的国家电视台啊，它主要在创收这一块还是差点事。他们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派人呢到大国来学习。你看大国电视台这么多频道，这不都活着的吗？啊，所以说这个越南确实有路他不走啊，正经的阳光大道他不走。因为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啊，越南你摸着我过河就行了，何必要走这种邪路呢？对吧？我们已经趟出了一条成功的经验啊，这个越南啊，所以说这个尤其啊在东南亚，这个是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是应该啊召集这个越南的这个领导人呢，好好问一问，要让他们啊及时的悬崖勒马，要改邪归正，对吧？你要越南这么搞下去，对吧？那会影响到大国的发展，会动摇大国啊这个国本啊，产生这个错误的示范。所以我觉得啊，以东南亚这些国家都应该正式的给越南发照会啊，建议他悬崖勒马，对吧？说好了大家一起走一样的道路，那就你越南厉害，就你越南能耐，你嘚瑟，所以这个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应该像啊普京关心乌克兰那样的，对吧？大国也得关心一下越南，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掉到火坑里面呢？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越南在这个邪路上一路狂奔？如果越南啊没有自己纠正的能力，那不排除啊，对吧？东南亚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帮助越南改正。所以啊，是该警告一下越南了。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